云林水南有7个庄无诊所，结合健保署列做医疗欠缺区。安那县府都和北港妈祖病院合作，启动偏乡医疗专案，每礼拜三拢会安排医生来看诊。医护人员协助当地老大人做健康检查。水南乡限制会社原本是浪费不利用空间，即马改做医疗所。因为水南乡有7个喘无医疗诊所，为补足医疗资源无平均的困境，云林县府甲北港妈祖病院合作，每礼拜三一波安排医师来遮。这看就可以啊。方便啊，可以啊，行出来就有啊。咱讲现行出来就有啊。周前性的评估啦、失智啦、肌少症、骨松的一些评估之外，那我们会借由团队的力量去看看这些民众他有什么样的问题，然后根据他们的个别的问题提出个别的健康处方。根据健保署公布，云林县水南乡每1万人人口医师比2.5人较低，显示资源不够。云林县府希望透过启动偏乡医疗照护专案，由北港妈祖病院整合医师、药师、护理师、甲营养师等团队，提供整合性健康的服务。进行适当的转介，提供服务哈。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照护，我们希望是提供一个全人、全家还有全程的一个照护哈。云林县卫生局表示，县内为去年推动偏乡医疗照护专案，第站伫高溪、草岭、石壁等偏乡山区设医疗站，已经陆续服务超过500个民众，检测出10外个癌症患者，希望借实地方式整合性医疗服务，互民众得到更加完善医疗资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